是安那唱到足好听，恁听啦。你莫吃了伤淡啊，这马仔你搁穿的吼。你莫，这莫伤淡，这马仔你搁穿的。我不敢来进来，都讲我的大声，真情的天话的都爱把命，做人头边人，天地我。我的新龙光进去头发哦，新龙光你敢知你谁啊？还去往下倒啊？你敢知啊？你就是开车拢无注意安全无啊？我
耶，上人讲一摆的啦。哦，今仔这个时机一定要做计较的，做计较袂使。好，恁咧大哥。那阮输了一，比阮这个输了较紧1万。有影哦。今仔是要什么话较紧？你讲我好势。重点哦，要讲我好势，什么话较紧？伊大孙。嘿。要带。咱若比较紧，我1万。哦，对啦，你解释好势啦，吼，什么咧伊比较紧，什么咧，吼，什么话较紧，吼，这是一种的赛比感的代志，吼，喂喂。好，来，之前的咱讲进了啊，后面跟那个安排一个啊，南广的姑娘情人。哦，来走啊！安妮，你的歌啦嘿，拜托的耍帅，等我，我耍帅。